从歌手到演员，从 TVB 到内地，从配角到主角，刘恺威凭借一部部作品赢得了人们的喜爱。近年来，在内地的电视剧更是收视喜人。你看过的刘恺威主演的电视剧有哪些？觉得刘恺威的电视剧哪部最好看呢？细说小编为大家带来了刘恺威10大经典电视剧，如《盛夏晚晴天》、《囊妻》、《风穿牡丹》、《千山暮雪》、《千金女贼》等等。这些刘恺威的电视剧，你最喜欢哪部呢？刘恺威10大经典电视剧一《盛夏晚晴天》。《盛夏晚晴天》是由欢瑞世纪影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美亚娱乐资讯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出品，麦冠之执导，杨幂、刘恺威、吴建飞、樊少皇领衔主演的都市商战悬爱剧。该剧根据柳晨风同名小说改编的，讲述夏晚晴在遭遇好友算计男友悔婚的窘境下，被刘恺威饰演的花花公子乔金帆解救，但却由此陷入更大圈套的故事。娘妻是由福建世纪长隆影视文化发展公司出品，陈珠煌执导并编剧，张玉燕、刘恺威领衔主演，任天野、米凯利、迪乃舍、佟丽娅、赵丽娟等主演的民国年代剧，于2009年11月26日在沈阳电视台影视频道首播。该剧以林秋菊一生为主要线索，讲述了她民国至当代长达70余年的个人情感经历与时代变迁。凤穿牡丹，凤穿牡丹由香港导演曾丽珍执导，李小冉、刘恺威、殷彩儿、李子雄、谭凯联袂主演的电视剧，主要讲述了战乱纷飞的民国初期，苏州刺绣世家玉府和北平纺织望族霍府两大家族围绕凤穿牡丹刺绣秘籍传承与超越展开的一场争夺。在经历了兴盛衰落、聚散纷争、家国变迁后，两家人终于放下恩怨，领悟出了凤穿牡丹大爱的真谛。千山暮雪，电视剧《千山暮雪》是根据小说家匪我思存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成，讲述了商场精英莫少谦和大学生同学因世仇而彼此折磨又心生爱慕的感情纠葛的故事。该剧由浙江梦幻新生源影视文化有限公司出品，刘恺威、颖儿、赵楚伦、温峥嵘、张晨光、刘雪华和李智南等主演，并已于2011年10月22日在湖南卫视金鹰独播剧场首播《千金女贼》。千金女贼是由台湾偶像剧教母陈玉珊执导，唐嫣、刘恺威、杨蓉、杨佑宁领衔主演的民国偶像错位爱情剧。该剧讲述了1930年的上海租界，蒋欣是即将认亲的名门千金，而杜小涵是冒死逃狱的女贼。女贼跃上枝头变凤凰，本来的千金却辗转变成白帮帮主白正勤的女人。6. 美人无泪，美人无泪是于正继《美人心计》、美人天下后的第3部美人的收官之作，由袁姗姗、刘恺威、张萌、蔡少芬、韩栋、邓莎等主演的古装言情剧《七莽荒记》。莽荒记是由北京天悦东方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黄祖全执导，刘恺威、王鸥、陈逸飞、张峻宁、牛俊峰、李薇、赵禹锡、陈梦瑶、郑雪、黄峥、冯俊熙、龚烨、刘慧主演的东方传奇剧。该剧根据我吃西红柿同名小说改编，讲述了盘古开天辟地，直至三皇五帝之后，既是部落领主之子济宁天赋炳然，功夫超群，却惨遭灭族之灾。济宁开启了复仇之路，历经种种艰险和磨难，终于成长为一个真正的强者的故事。8. 柠檬初上，柠檬初上是一部都市言情剧，由好剧影视、东洋福天影视联合出品，刘俊杰执导，刘恺威、古力娜扎、孙艺洲、张扬果、尔康宁、朱永腾等联袂主演，于2016年5月9日登陆江苏卫视幸福剧场独播。该剧讲述了在大学时代便是好友的左在俊、宁小萌和郑磊因女儿妙妙的出现，让3人命运交织在一起的故事。9. 这就是生活，这就是生活是由陶玲玲、宋海波执导，肖雀娥、曹宇文宇编剧，刘恺威、陈都灵领衔主演，郑伟、黄硕文、罗雨彤、邓莎、周楚楚、李强等主演的都市家庭情感剧。该剧根据张薇小说《太太万岁》改编，讲述了投行公司高管管一鹤与职场新人叶小白在闪婚之后，直面爱情、家庭、事业的重重试炼，一路向阳而行，收获幸福的故事。10. 国色天香，国色天香是由李慧珠和黄俊文共同执导的悬疑电视剧，叶璇、刘恺威、何晟铭和高浩等明星主演。该剧讲述了清末年间发生的一件件离奇事件。